嗱，呢一件呢係師傅嘅最新作品，係藥師佛。咁之前呢，阿師傅呢都有另一件嘅作品，都係藥師佛。咁嗰件呢就大件些少嘅。咁嗰件一出呢，就好快俾獄友請咗啦。咁呢，咁另一個獄友呢，就想話揾一件細件少少嘅，因為一位女士咁覺得上次嗰件呢太大件。咁想話揾件細啲嘅，咁我就同師傅講啦，就揾咗件廟，就雕咗呢一件嘅藥師佛。咁呢件呢個形態呢都非常之立體，好靚啊！俾打燈俾大家睇睇。個雕工相當精細，個面相呢係非常之莊嚴，好靚。睇下有冇獄友想話請呢位藥師佛返去。